人的生命不過係懸喺一呼一吸之間。若果一口氣唔嚟，就變成伸直腳、瞪大眼嘅屍體。俗語話：氣歸氣，土歸土，其中氣就係靈魂，土就係肉體。靈魂嘅事雖然隱藏咗冥冥之中，但係真實存在嘅。雖然有人用鬼神難測、虛無縹緲嘅講法嘅否定，但係天地之間陰陽相合，天道昭彰，絲毫不差。唔通唔係靈魂存在嘅明證咩？但係而家科學昌明，物質豐富，好多嘢都係以科學做根據咧。但係科學證明唔到佢哋，往往一律否認佢嘅存在。所以好多自以為博學多才嘅學者，基於所謂存在主義嘅觀點，認定肉體嘅存在就係真實嘅自我，肉體死咗就冇都冇晒。正正就係呢種觀念搞到手撕靈魂嘅現象越嚟越多。佢哋係手撕靈魂，所以手撕靈魂大致可以分做兩類。第一種，因為死咗就冇都冇，冇錯誤觀念，靈魂同肉體一齊埋葬。呢啲靈魂因為生前相信人死如燈滅，誤以為死嘅就係一切嘅終結。正因為佢哋覺醒同復甦嘅力量幾乎係零，死咗之後靈魂同肉體一齊下葬，長久都分唔開。由於靈魂嘅知覺被壓抑住，分唔清佢哋係生，佢哋係死。咁樣一啲就係100年、1000年、10000年，甚至永遠都醒唔返。呢個係因為佢哋固執於真死嘅錯誤觀念，令到靈魂復甦變得極之困難，變咗做最愚蠢嘅手撕靈魂。若果冇其他因緣引導，就會長埋喺地底。